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1拜5下晝嘅客家清新聞，我係陳彥祖。一下呢就係下晝2點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係開始。唔過呢啲關心近比國內清醒嘅疫情發展以前，啲鴉片呢有依啲清醒嘅方面，會同大家來搜繳。最講呢近比喺5月連續假期，可能會有眾多民眾想要出去留了。嘅一下呢國內各大景點嘅嘅實際人潮係樣呢，竟然有眾多冇。今日客家清新聞呢，係呢邊主播啲近比早晨嘅時節，而呢就係啲桃園嘅中老中年亞視副區呢，從先前啊見到到禮拜2日嘅時節，中年亞視副區呢人就會眾多，嘅片呢一下呢人有眾多冇，而家呢就嚟看一啲係呢邊主播同大家帶來啲卡做以前嘅畫面。個演奏今年呢係5月連續假期嘅頭一年，不過用那個1968 那個時嘅版本呢，就可能個關於眾多景點也都也下人潮很樣誒。比如講呢，一個北部嘅部分紅葉。包含上門水庫，還有台海路街，總共是有19個台數地景點，包含200嘅1968案項組。研究設計來都為一個中年太空飛機咧，來放亞視嘅上片。不過亞片咧，早晨咯，因為亞片嘅景點唔係亞視，就係亞視。不過早晨來講呢，嘅片場當然冇乜嘅人講人嘅情形。不過呢，也當過就係下電講，亞下飛機咧係人潮係強勢嘅部分，這種人潮係算係當正常，所以講人講人，我就講係人會較多嘅情形。如果呢，就可能到我雖然講片場冇乜嘅人來遊戲，如果排列嘅時節，其實大家呢還係愛注意，比如講大家愛買東西嘅下呢，排列咧還係會人較嚴咗嘅。不過呢，提醒大家，好人產人開嘅部分，大家呢買東西愛含較記得保持社交距離，也係頭部愛注意到嘅素材。以上就係呢年頭桃園鴉片帶來嘅夜間報道。好，非常呢邊同大家帶來嘅小記哦，人家呢啲方面都可能做嚟看到，而呢啲中年太好富權嘅人呢，雖然講唔係講動多，唔過呢啲大家呢家下其實動作嘅時節，就同呢邊講，其實睇大家還係有啲人冇保持一條社交安全距離哦。提醒大家呢，可能一啲中年太好呢，應該係到安保呀時節，就係年輕到時節，到時節呢，大家出去嘅時節呢，唔單止還係會做好防疫措施，嘅社交安全距離也部分未會特別注意哦。從對於近比早晨意思，關於國泰景點，其實呢用一個1968 app， 做咗啲看到呢，佢到亞海時間呢，其實全國各地都忙出現封城嘅件事哦。唔過呢，到係動作差唔多12點0嘅時間，就有條景點開始出現一條封城嘅件事嘅。仲有啲看到呢，從喺啲台北嘅做嘅副鴉片，嗰啲馬太連嘅沿嘅附近呢，就已經出現一啲封城，就係講人卡多嘅封城件事嘅。係講呢，從喺啲港醫師嘅上風廟嘅董事總附近呢，啲近比早晨12點動作邊呢12點40分時節，你係人卡多嘅封城件事，提醒大家呢，咪係為記得為保持一條社交安全距離，還個要為做好防疫措施哦。也呢一條景點呢，可能對動作個後人呢會進來進到，故種呢從一下呢人有卡多素材呢，提醒大家都做嚟考慮咯，做嚟去配啲素材來留了。假使呢唔清楚愛去，咪係同家下呢同大家來做服務嘅，就講這咪記得睇到，還個呢一條社交安全距離為記得要睇到。然後呢，啲近比進行疫情嘅方面，就係講國內近連續5年都冇出現新增加嘅確診個案，嘅壓力好消息做嚟繼續來維持下去冇，因為大家呢都當上愛啲哦。點解以下呢？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係來開始嘅，因為同大家呢隨時來帶來啲現場情形。而家呢係會同大家來講到，其實對於早晨意思呢，認真講，可能先前呢政府有動到嘅防疫措施，都大家呢係做唔得凊彩出去嘅。唔過呢，到亞班5日連續假期過後呢，政府呢又加強強鬆調嘅。故種呢對早晨意思，從喺度過頭嘅高速公路嘅踩就動到，就有動到所踩動色炒。大部分嘅搶同小朋友為注意，接下來呢就來看呢新聞報道。車到匆匆，了無係台北市寬東大道接過3下南到過5嘅聯絡道，差唔多越嚴重嘅事件，車速都維持到10公里以下。做啲講係天通唔得，過到3號下南3運路段，大早約海到連嘅車禍，咪朝鮮下南斜到大約7公里，上北斜到2公里。
造成2路团动侧差速模拟10公里，好在以下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三龙南路上有一些就是有个大车，它冲上到对向护栏，造成双向回堵以外大致上国道的路况是比较偏向于周6的一个形态。另外，在国5的部分，一早就可能有往国5旅游的一个车潮会出现。2架跳远的后天师，韩国部分熱簽要下反掉而嚟，嗰套部分路段打咗除咗前度差額，各公局講錯呢個車流量會到80到280萬車公里，然後禮拜六呢個車流量差唔多，其中國5應該會要出現了嘅車額，為到東主過後將會下順。大概從上午大概8點以後，逐漸有車潮湧現。不過這個車流可能會到下午以後才會逐漸疏解，所以我們也呼籲用路朋友，如果要往國5旅遊的話，可能盡量利用下午的時段再出發，會比較好走。因為唔係所有民眾都要用了，就高公局1968 App 顯示，全台灣200人揸印度嘅觀光景點，未冇出現印度嘅風電，造成都係綠電燃料轉送嘅情形。記者522陳成龍、陳重輝特別報道。亞年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天天就會開始，那看一下現場情形。好，跟各位報告哈，我們今天是沒有新增的病例。好，那到現在為止累積了324人解除隔離。好，那在我們的敦睦艦的方面哈，那還是584人居家隔離，那採檢的482人。好，那478人為陰性，好，那還有4位，哈，我們就繼續在檢驗中。那國外的情形，哈，仍然是在持續在上升中。那今天大概是我們的放假日，是放假日。那我看還是有一些景點，人還是蠻多的，那我們不反對大家出去走一走。不過沒有辦法維持安全距離的時候，社交距離的時候。請還是要戴口罩，請還是要戴口罩。那今天大家看到我們前面放6個西瓜，就表示我們連續6個0了哈，6個0。那還有一個就是前天有記者朋友，昨天記者朋友在問我說，記者會以後是不是那個頻率要少一點嘛哈？那我回去想一想哈，那。我想說，我們先從這個了哈，先從這個長度哈先做起了，好，那例假日以後我們就以半個鐘頭為限了，平常時候以1個鐘頭為限，好，然後慢慢看哈，整個情況如果需要跟大家講的事情或大家的興趣越低的時候，那我們再來把頻率做一點修改。那今天另外就是說，我們希望在前段時間比較緊的時候，那我們現在決定還先從這個長照機構的探視，前段時間因為長照機構，確實是也是一個高風險的區域，那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禁止探視。那我們大概第一步，我覺得在長照機構裡面，那長期需要受到，就裡面還有一些需要受到關注，那所以我們想說應該要先從這方面來探視。那不過呢，探視的時候，第一個我們希望它是採用預約制，不要一下都跑去，那人一下太多，我想機構也很難來安排。然後第二當然是有症狀的，當然是不可以去，當然它還是一個高群聚可能發生的一個風險區。那每位住民每天限1組訪客探視，那然後探視1次。那每一組的訪客含兒童不可多於3人。那如果不能夠行動，基本上是希望安排在公共空間，那方便跟裡面做區隔。那如果沒有辦法行動，那只能可以到房間裡面去。那當然也只有1組人員可以進入。那進入的時候，請大家都要佩戴口罩，相關的防疫的措施也要更嚴密的來進行。好，那這是因為我們也想到這母親節也就快要到了嘛，那我現在從那時候被禁止探視，那有很多人，不管是住民的本身或是家屬，也都會很關心。那確實這是屬於在長期住在裡面的人，那如果沒有探視，對大家的心理健康也不好。好，那我們今天的要報告的事情就到這裡，那有疑問可以提出來。
不好意思，东森新闻这边想要提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因为现在是连假期间，又是母亲节的档期，那其实很多大饭店都已经被订满了，住房率都已经满了这样子。那之前指挥中心这边有呼吁业者说，如果超过60%的话，就是希望不要达到这个数字，不要超过60%这个数字这样子。那想请教这个部分会有另外的措施吗？那另外饭店里面的餐厅的部分，因为现在各大饭店的餐厅人也都很多，那关于这个部分会不会有呼吁说，就是餐厅里面的人潮会有进行管控吗？谢谢。昨天我们看这几天的订房的状况，除了像太鲁阁还有像武岭，类似这几个高山的景点以外，大概订房率都还是维持可以接受的状况。那因为本来这几个高山的景点的这个房间数就不多，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另外是有一些饭店，现在饭店会采取的措施是，像如果他的订房达到这个入住的人数比较多的时候，他会采取几种状态。一种是采取这个套餐的供应，另外一个是分流，他会预先去问客人，你预计在哪一个时间、哪一个时段要用餐，那他会适度的去安排客人用餐的时间，就把它做适度的分流。大概目前业者会采取的措施是这样。但人比较多或住宿率比较高，我们并不反对了，但就要注意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分流，那尤其还是回到就是说个人卫生，个人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维护，戴口罩，相关的距离要维持，勤洗手，这个做好，就不会有问题。不好意思，联合报这边有2个问题想要提问。第一个问题是想要问一下，说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有没有增减了几个就是1968的热点？那主要原因是什么？以及就是说，可能台北就是有些人在反映，就是说好像台北的热点是不是有点少？那其中就是台南市长黄伟哲他其实还有点名，就是说像宁夏饶河夜市这些，好像都并没有列到热点里面的原因。那以及再来是想要问的是说，因为昨天我们有提到人民如果可以维持在个人防护的一个措施之下，我们其实想要逐渐的针对文化、体育以及就是餐厅去做一些指引。那目前初步了解，餐厅跟体育赛事的指引好像可能会朝向实名制的方向演绎，是否有此事？以上，谢谢。我想很多的管制都会朝向相对的实名制了那实名制最大的意义就是说若有状况的时候就能够及时的匡列及时的管制让我们的疫调的效率能够增高来。至于景点有没有增加景点一直有一些调整跟变化。那我们资讯组的部分也都有持续在收集相关的资讯，都有一些增减有一些要把它检讨，有一些在增加，但实际的数字我们还是需要再询问一下这个行政院治安处那一边那另外是像体育活动跟餐厅的部分，我们早上有先跟相关部会做过一些讨论。那以职棒为例，目前职棒联盟大概初步先以逐步来增加这个入场的人数，那用统一出入口的方式，那座位的安排可能就会去把它散在看台的各地，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大家早上是先做过意见的交换，那请他们在今天能在下班前就大家所提供的相关意见再汇整回来指挥中心，我们再请地方也提供一些意见之后，然后再做最后的定案。民事请教指挥中心，是否6月底
5厅禁令的这个部分是有传出会解除吗？因为现在有传出一个消息是立委和卫福部协调，如果5一连假结束之后疫情没有扩大，会超前部署来解除这个5厅酒店禁令。那请问指挥中心这边的态度？那第二题想要请教，那今天有西瓜，那指挥官被网友称为这个最佳业配王，那指挥官怎么看这样的称号？这些动作背后的意义，就是连日来的这些很多这个产品啊、商品啊这样的意义是什么？谢谢。那个商品意义一个是应该是说无心插柳嘛哈，第一次那个荷兰他们送我们花，我们表示说我们跟国外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大家也就谢谢他们。然后后来就陆陆续续，其实很多人都要来送了哈，那我们也就选择一个也不想太少大家的信。那另外用这些产品都是代表我们台湾的农产品哈，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农产品事实上是品质非常的好，大家多多爱用国货。另外一个这开放这个没有特定的时间表了哈，我一直讲就我们要来观察，在我们每一项的开放之中，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跟戴口罩这样的一个健康指引另外看看社区万一有任何的一个零星的个案根据这几个来做我们的调配。那当然大家配合的越好，那个案零星的个案出现的频率不是那么高，那就开放就会越快。TVBS 提问，我们目前确认是不是新冠肺炎，其实还是主要以西医为主啦。那我们是想要问说，因为现在很多大陆的研究，包括像是台湾的中医师，他们也有说，看舌苔的话可以辨识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得新冠肺炎。那我们指挥中心这边看法是，谢谢。好，如果就诊断来说，那当然还是我们要证实有这个病毒在体内，那才真的是证实这个有感染嘛。那间接证据就是看有没有产生抗体的问题，或者当然直接的证据也可以说，在我们体内不应该有这样的病毒的抗原在我们身体里面存在，侦测出来，那当然都是确定诊断嘛。那至于说，他有一个肺炎，是不是就可以认定它是新冠肺炎？当然也很可能不能这样子讲嘛吼。那所以其他的表征，以我们科学的立场来说，当然还是最好有其他的佐证来证明说确实是了吼。那单用一个表征说它一定就是，我想我如果跟各位说有一个人嗅觉味觉丧失，我就诊断他新冠肺炎。你们可能也不能完全接受哈，那所以基本上这个嗅觉味觉的丧失，好像大家也觉得蛮特别的哈。那可是如果没有其他的加上来的证据，那恐怕以科学来说，也不能100%说它就是了哈。这是我的回复。我想中医当然是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哈，当然也有其参考的价值了哈，在民间有一定的贡献。那不过现在基本上还是以实证为主，所以能够中医这边有相关的一些证据，那提出来能够有验证的方法，那也是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来提出相关的一个实验，相关的一些实证，那让专家小组去讨论。好，今天我们就很符合放假的情况，我们要放假要来好吧，我们就最后一个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因为最近我们的这个零确诊的这个氛围其实很浓厚，其实民众也是非常的开心零确诊这样的消息哦。那所以刚刚有讲到说，长照机构之后会采取实名制预约这有条件的开放。那近期其实蛮多医院他们其实都接到很多家属的反应，是不是随着疫情比较趋缓之后，探病还有这个医院的管制措施是不是可以放宽？因为他们可能有这样的需求，那甚至有些医院
跟家属沟通上面可能有一些状况，已经出现一些纷争的这个部分，想请教一下指挥中心，在未来的1个月以内有没有可能做这样的调整？上。很有这样的可能性了哈。不过我也在思考，因为我们这个确实，如果理想的，其实医院进出的人是越少越好嘛哈。毕竟它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细菌在里面的一个地方，不管是病毒还是细菌。那但是呢，人性嘛哈，它总是要受到关怀哈，这也是很重要，心理跟生理都很重要。那也许我们开放当然是会频率朝着就是说偶尔的频率，像我们现在是有例外嘛例外可以。那也许以后考虑就是说住院的天数如果比较长一点，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开那如果是很短的住一下，那就要紧急就出来的，那赶快出院比较重要一点了但是如果住院的天数变长的话，那也许会从这地方先开放起，除了现在的一些例外规定以外。好，那非常谢谢。要来，好来。所以刚刚想请问一下，知道今天西瓜是谁送的吗？然后是不是因为最近西瓜的价格比较低，所以选了西瓜，想说可以帮助一下农民啊？西瓜是我们的农民非常辛苦的心血啦。这代表，我想这是代表我们农民的一个丰硕的成绩。那我想各样的农产品都很好，青菜、水果这一类，大家想想看，我们一开始也讲嘛，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下，其实多补充一下这些天然的水果蔬菜、青菜，这都是对身体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等一下你们要不要吃呢？没关系，我想这西瓜真的是很漂亮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好，亚当嘅因为以前做嚟讲係非常嘅穩定咯，都係穩定維持無確診。因台灣嘅基建連登2日，因為都冇出現新增加嘅確診個案呢。嗰陣呢，近期啲指揮中心嘅現場，啲嘅現場嘅檔案呢，大家做嚟看到就不用等6隻太西瓜哦，意思呢就係為了表示嘅6個人哦，因為希望呢，嚟沙來呢，台灣呢以前做嚟繼續嚟維持下去哦。唔過呢，也係呢限開 ATP 嘅注意，就係講。雖然呢，也係呢台灣呢以前有加翻呢，唔過呢一個也建議呢5日連續假期係呢大家要注意要做好防疫咯。就指揮中心先前嘅統計，台灣也係的確診人數係總共來到429例，係講呢近比係冇新增加嘅確診個案，總共累計死亡人數係來到60人，然後呢沒有323人係解除隔離哦，也係針對呢關於清醒疫情嘅部分。當然最講現在也係關於疫情期間參嘅有卡翻呢，故所指揮中心未來提出嘅相關性呢有關嘅從州機構先前係不准大家呢係看親戚朋友，呢啲相關嘅規定也係呢未考慮呢外來並用嘅。清楚有呢就講對5月初一意思呢，就嚟本大家呢係看啲從州機構嘅無抗人呢從老人家也到，韓國有認真講撒下來呢一啲母親節就會到嘅，可能呢有動動嘅上外係看一到阿美雜一到，韓國呢一啲相關的管制措施，並用過後呢，清楚有呢還係有相關的條件哦。大部分呢就係愛用一個主文字哦，所以講先前呢5系統一條自家去來聯絡來登錄哦，來登記名嘅。係講呢假使中有乜嘅唔暢快整條呢，咪希望大家盡量莫去。佢一般係大家做的入去看親戚朋友人數沒有限制，一般係青島將做的。總得超過30人，嘅包含成員呢，咪係總得超過30人。係講呢啲看親戚朋友嘅時間呢，咪安排啲共享空間度空來見面咯。清楚人呢就希望呢，還係為保持啲卡通氛圍素材，然後呢，一個所有呢嘅規個過程當中呢，咪係為記得為做好相關呢防疫措施，都係為來記得大家呢，亦係有關一個防疫措施來並用嘅部分。然後呢，家下呢啲嘅記者會現場呢，咪有記者呢來問到，最講都係2年嘅時間，其中一條900相關呢不准人下去一條相關嘅措施，為來解除冇。一部分呢指揮官陳時中就同大家來講到，其實呢，
像讲解除一条管制，一部分呢希望一天的时间表，前主要呢还有一款关于疫情的发展，将会来考虑看外用的来调整。不过呢，伫筹备时间呢，给针对关于疫情开发呢，故所指挥中心没有提出来一类完到防疫新生法按用的概念，给一部分呢都在外用的来同大家来做到咯。一部分呢前主要就讲一类指挥官陈时中啊，要同大家来讲到，就像是运动比赛啊，还有像语文发动，还有有从传染、传糖亚条相关的限制，可能呢也同啲讨论呢外来解封的，不过呢外用的来解，会解到乜个长途也下限啲讨论。不过呢，针对嘅解封的部分，其实指挥官陈时中系同大家来呼吁哦，最讲呢一下呢，大家为改变呢，应该系大家面对疫情爱用态度，希望呢大家呢做的就唔是像先前爱用按紧种的。不过呢啲防疫一部分还系为非常的注意哦。最讲对台湾表出疫情都见，将会有动到嘅运动比赛，也呢都限制。虽然讲运动比赛还系有啲进行，不过呢系不准民众。不准观众入去现场看呢，嘅也下呢有动到嘅球迷可能都会躲唔掉嘅，都希望呢做嚟去现场嚟减少比赛气氛哦。嘅指挥中心就讲，下来有可能会来调整。不过呢，啲下一步嘅防疫期间，系呢希望大家呢为做到就系卡接射数，然后呢还个有为记得戴好这咩保持社交距离一部分，假使呢防疫措施有做到，台湾疫情呢控制到更来更好。相关的管制措施都有可能会来做调整的。不过呢，也系对一般民众生活可能呢会有动态影响。假使像系学生一部分，加个疫情对学生的还有乜嘅影响呢？下来呢就来看呢新闻报道，地度呢主要讲到学生系面对28疫情，可能呢连考试一部分没有来参前准备的。學生嘅入去考試前要先量體溫，按上20分鐘量400上年，唔過人呢下來10分鐘就完成呢。各種教育會考16會判，特別是政府先地台同各種進行防疫演練。將餐盒及隔板發放到各市場給學生。用餐時間係用表嘅隔起來，18位每場家長用酒精消毒。本單2點鐘嘅演練，大概1點鐘就結束嘅。特別是教育局有信心做得嚴嚴考試防疫。如果在考试那一天可能会有不同的状况，所以大概我们觉得说，以目前这一部的感温仪，还有这个5站的这一个额温枪啊，来做服务啊，应该可以让考生来顺利来通关。高雄市教育局早晨喺體育bài搶葡萄糖業到國小教研，事先用線上教學軟體，因為疫情爆發到今，有位學校還未完全做好線上教學準備。都有在做準備啦，這個課程是局端裡面算是自己開發的，所以這個穩定度也高，然後安全度更高。還蠻習慣的啊，就是要做什麼，然後都看得很清楚。教育局統計，高雄市總共98間學校申請葡萄，為天數教研做好防疫停課準備。喺講配國抗疫時嘅學生嘅學卡冇天咯，教育局咪已經目接到位，到時就會送去學生嘅個學卡。記者王傑存去真準測氣溫綜合報道。剛才啲新聞都講啦，就你看到有動到學校就會遇到已經下來嗰種準備為非考嘅，嗰種呢有動到學校已經。有考場小偷防疫的問題，嗰種呢也給從小偷啊，從噴酒精啊拆出足定一條，咩話來參前準備，話來先演練咯。係講呢未有學校來申請從係停課準備，最講呢廿層疫情正而係對台灣嘅生活造成動態影響。唔講呢對全世界來看，台灣嘅生活其實呢算係冇乜受到影響，因為國外一啲疫情啊，正而係限啊厲害，可能呢有動到民眾生活呢都唔像先前案例片呢。而家呢全世界確診人數都已經比先前統計數目字，全世界已經有325萬3人來確診呢，係個死亡病例未係繼續啲增加，已經來到23萬3人按多。然後呢啲廿幾年嘅時間呢，英國嘅死亡人數未增加同多，從啲前幾年嘅時間就一係增加4003人來死亡咯。咁埋為一係增加按多呢，等下一下呢就會同鄉親朋友來講到，而家呢就先來看一下，呢下嘅僑胞一下呢啲英國倫敦呢也係持家非小子同大家來帶來來小記下英國倫敦嘅片嘅情形形容嘅。大家好，我係 Rebecca。一下我嘅英國倫敦，因為我學法唔係清好，我就用國語來講下入邊嘅情況。
在英国这里购物啊，现在蛮有挑战性的，就是不是网络上面买不到东西，就是项目上有限制数量，还有限制，那运送时段排不到，所以就算你能够买到东西，排不到运送时段也是没有办法拿到东西的，所以还是会有看到有人在店家购买。那么进到店家之前呢，会是大排长龙的，因为必须要保持2公尺的社交距离。那还有超市里面有限制入场人数，那也是一样，项目跟数量会被限制。这一次呢，这个活动上面也是被限制，因为必须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所以会看到警察在路上呢，常常看到他们在巡逻，需要他们会支开这些比较群聚的团体。那其实大家都已经会自动保持2到3公尺的社交距离，这是很难得见到的事。那么戴口罩呢，也是越来越多人在戴了，即使是西方人你会看得到在戴口罩。那谢谢台湾的这个政府可以帮我们让我们家人可以寄过来，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因为这个邮政方面的服务可能有一些耽误。我们现在很多该收到的邮件其实真的是有被 delay 了，所以很多事情是不太像以前所谓的正常的状况，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比较包容的心态，多一点耐心。好，非常感谢一个自家的消息，同大家带来的英国伦敦这片的最新消息。刚刚的样片图方就有看到的一个消息，记者讲到，在伦敦这片外买东西真件是无按封片哦，但像是买到，韩国要求买东西的时间，外摆的礼拜到匆匆上，故种的真件是都唔啲片哦。上转台湾就会知道讲，台湾也还成发真件是动幸福，形成讲动啲片哦。虽然讲呢，受到疫情的影响，韩系会受到一度的限制。不过呢，同国外相对来比，係真件係好加同多嘅。而家你看到一個英國的疫情，其實講雖然講全世界也疫情漸漸漸漸係有控制下來嘅，不過呢，從啲英國嘅片啊，從係亞下呢啲英國嘅片嘅確診人數，已經來到172003人。韓國呢啲死亡人數也片已經來到26843人，相數本呢。以前青島嘅美國、韓國有意大利亞的國家，然後呢，前提片嘅主要呢就係講啲前幾年嘅時節，啲新年28嘅時節，英國就以係增加4419位死亡人數哦，為以係增加同到，其實大家看到一個數目是就促降嘅。不過呢，英國政府家頭就有解釋講，為以係增加按度嘅死亡人數，清楚因呢就係形成先前從係養老院呢度所在，唔係醫院嘅醫療機構，家頭先前呢，假使有從老人家一條民眾社會到新型冠狀病毒高升嘅過後，一條死亡人數都係無聲音來嘅。而呢政府係跪下來檢討來看國內受到疫情嘅影響，到底有幾大時節，讓老一條民眾來聲音來。故作呢也建議英國嘅死亡人數將會增加按度，唔係疫情變嚴重哦。而呢全世界呢都希望呢個疫情做嚟加加控制下來。唔過呢從係講，認真講英國嘅一個醫療機構就強強會負擔唔一樣嘅，故所呢上係有同到嘅公共空間都本然拿嚟增強來做相關嘅醫療緊急設施哦。而家呢就強用呢係像一個啲英國嘅片嘅僑胞，也嘅係英國嘅台灣客家會會長梁志順會長，同大家呢啲帶來啲英國罷免案嘅片嘅最新消息。政府在上禮拜嘅時間宣布哈，禮拜自我隔離呢，要到乜嘅時間呢？要到5月10號。隔離嘅時間哈，安尼做埋咧，英國嘅老百姓做埋呢，逐禮拜哈做得去附近嘅買菜，還有咧，逐日做得出去運動哈1點鐘，唔過要保持啊，好嘅社交距離2公尺。所以講，逐擺出去要去那啊哈，買菜嘅時間呢，全部要排隊排當場哈。你下吼都英國咧得到嘅新冠肺炎啊吼，都做得打電話本政府聽眾，就是家去醫院啊，等政府來請。不過你下吼到近半日啦吼，全部嘅醫院啊，全部都能咧。你下吼得到嘅新冠肺炎咧，你打電話本政府沒無限來救你，你做得都不卡去家吼，都不卡自我隔離。
有乜嘅事情打電話去問佢，按樣做聽嚇，總唔得叫唔嘅。所以講嚇，禮拜嚇英國嚇當多人高升，但附近咧嚇嘅機場嚇，全英國嘅機場嚇，就剩一隻倫敦嘅機場有開天，其他全部關停。你附近咧嘅伯明翰機場嚇，你下徵用全部來標屍體嘅嚇。好，非常感謝梁子順先生同大家帶來的英國伯明翰嘅片嘅最新消息咯。家呢，一個梁先生啲樣片度方呢，沒有講到，其實呢，就係講以前亞下呢，一個英國嘅片有當人來確診呢，特別到新型冠狀病毒。故所呢，亞下啲醫院嘅片就強強為負擔一樣嘅，嘅民眾假使受到一個武漢肺炎過後呢，係總嚟自家去到醫院呢，為等政府去請唔將做的呢來接受治療。係講呢，就係講以前亞下呢，英國政府呢係3萬為留一個疫情控制下來，就提出當到嘅封城措施。而家呢看起來呢，呢個封城措施可能會到5月15日，本地係會到5月措施。我呢有可能會來幫助我，到時節可能會來解除落幕。而家呢其實都還蠻可聽咯。你哋先前呢，一個英國首相強生其實佢咪係自家來做到一個武漢肺炎嘅，佢咪係啲4月27日時節正去上班呢。下來呢，佢咪會來認真來考慮過，認真講呢疫情對全世界，尤其係對英國嘅經濟影響安大，到底呢封城措施下來會點樣來調整咯？佢咪係23號嚟佢前線會來考慮嘅。咁以上呢就係健皮同大家來整理有關疫情嘅前線重點。咁有關英國女前線嘅疫情發展，請鄉親朋友繼續來收聽天公日早晨9點半嘅客家新新聞。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前線嘅疫情之先。我係陳彥祖，我係紀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線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